安尼咱要离开啊，哈，咱袂当离开，咱一世人拢袂当离开。好，是，老师，哈，啊，你即马是咧看啥？看螺丝吗？ You look, I look，哦，你看，我看，是，是啊，毋是要看啥？哎，看有专家有智慧啦，啊，对对对，You look, I look。 专家有智慧。牛墟伫咧即马变做是啥物拢有咧卖的所在啊，但是以前牛墟是做啥物代志的所在咧？牛墟，这应该较简单，大家拢知这应影。该大家拢较知吧？嘿啊，台南吼，嘿，卖鱼吧，买卖牛的啊，嘿啊，毕业是啥？嘿，阮的团员讲嘿啊，米吗买卖牛只啊，嘿，好卖牛的。比确定哦，嘿好，好，咱来看者是毋是买卖牛的所在，对毋对？连2000块都无爱留互你， 2000块加落，是人使好抬头，佮加2000块啦！哎呦，那才搞安尼啦！迄个喜字吼，其实是市集啦吼，啊，毋过伊伫搁较古早，伊是一个足老历的所在，所以咱华语共款，因为咱汉字甲台语有足侪是融通的，所以即个趁虚而入的是去斗老历的意思，好，所以迄个所在足老历的。啊，另外就是讲，人讲三个查某人，这是有小可性品无啥公平啦。啊，毋过以前讲啊，三个查某人就是一个菜市啊，所以华语嘛是有一个3个女人一个虚，好，就是迄个意思。嘿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